电影《名侦探皮卡丘》，所以你是会讲话的失忆皮卡丘，还咖啡因成瘾。我随时能戒掉，喝啥都没差。再一杯特浓黑咖啡，谢啦，朋友。就像是被死侍附身的皮卡丘，莱恩雷诺斯的配音让皮卡丘变成爱放话又搞怪的个性。电影的亮点不止如此，立体版宝可梦也被影迷大赞还原度超高。电影《名侦探皮卡丘》，快救我出去！皮卡皮卡，喷火龙、乐天河童、卡拉卡拉和卡比兽都出现在电影预告片，其中最让影迷惊艳的是大反派超梦还有火伊布的蓝眼睛，模样霸气。魔强人偶的出现，增添电影的趣味性。电影《名侦探皮卡丘》，他在骑车，快绕到他前面，停车。蛙列，他摔得好惨。提姆，他该戴安全帽的。影星莱恩雷诺斯，我让我自己完全沉浸在宝可梦的世界。我狂读宝可梦的书，我以他们的高度来，我试图减到他们的重量，直到医生阻止我。影星布雷克莱弗利，他连声音都没做改变，听起来跟他本人一模一样。影星莱恩雷诺斯，但他们两位女儿今年夏天在大荧幕上一定看得到名侦探皮卡丘。影星布雷克莱弗利，我们才不会去看。莱恩雷诺斯找来老婆布雷克莱弗利一起为电影拍短片宣传，夫妻俩竟然隔空斗嘴，延续嘴炮风格。由于电影只有皮卡丘会说话，其余宝可梦不说人话，莱恩雷诺斯的生动声音表情将诠释与众不同的皮卡丘。